下5天嘛是跟医药相关的消息，台中有一个64岁一个姓詹的妇人人，不断呢时常咧问长，佫有点咧烧烧的感觉，伊当作讲是腋车酸，照胃行甲食药啊，拢总无啥物改善。后来接受无线的酸碱值的检测，才确认讲是自律神经失调甲肠的问题，最后对症下药了后，才有较好。放到我们这个10到。 64岁詹太太强在感觉腹肚胀，佮烧烧的感觉，就是腋车酸。接受胃镜检查含食药啊，煞嘛是无改善，所以改用这台酸碱值的检测，才发现伊是跟腋车酸甲胃无关系。症状就是说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的胃会灼热，胸会闷闷的，喉咙会有异物感。 医师讲，临床顶超有60%病人用药治疗，嘛是无明显的改善，会建议动态酸碱值的检测，会当个了解患者食道酸碱值变化和食道震荡情形。那所以有了这个24小时动态的检测，它会更精准的知道说它是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个。医师强调，这个检测爱自费，和传统的胃镜比，会当个知影精准的数据，和医师正确判断对症下药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